映出美丽的色水，无芳的船只，不知要驶对倒位去。暗暝的淡水河边，海风来引阮相比。天顶的星要甲阮讲什么？茫茫的海水，不知要流对倒位去。有人讲人生亲像江河，有时平静，有时向变。有人讲人生亲像风影，有时会起。平静向变，还是风景起起落落，有星星远望，就会看见梦。甜深的淡水河边，路灯虽然真稀微，还有人也来来去去。不惊艰苦，勇敢行落去。从头再回味一下黄昏、晚上、半夜这个意境在哪里？或许你的人生有这个很通达的时候，很健康的时候，你的人生有很平凡的时候，你的人生有生病、有痛苦的时候。这三个阶段，你怎么去面对它？黄昏的淡水河边，金色的云彩满天，青水的山影映出美丽的色水，无芳的船只，不知要驶对倒位去。暗暝的淡水河边，海风来引阮相比。天顶的星要甲阮讲什么？茫茫的海水，不知要流对倒位去。有人讲人生亲像江河，有时平静，有时向变。有人讲人生亲像风影，有时会起，有时会落。无论江河平静向变，还是风影起起落落，人生是茫茫，就会看见甜深的淡水河边，路灯虽然真稀微，还有人定来来去去，不惊艰苦，勇敢行落去。谢谢。其实我已经封麦封好久了，真的，我现在今年69岁了。你要告诉别人嘛。没有69岁了，应该是唱歌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，但是每次来到台大这个。